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好開心咧，係請到羅家英恒哥咧係嚟同我傾偈嘅，多謝恒哥。唔好客氣，唔客氣。嚇，因為早前身體唔好咧，而家把聲都仲係帶沙啞嘅，咁啊希望大家體諒。但係因為有一個演出咧，我一睇即係公佈嗰日咧，都仲未有呢一個嘅單張印出嚟嘅，係一個電子版，但係我就覺得哇！一個恒哥好重要嘅，好佢嘅首本戲嘅一個集中嘅演出嘅日期啊嚇，我好重視。嗱，而家我先同大家睇下單張上嘅恒哥非常英俊，咁而佢演出嘅呢，亦都係咁多年啦，我哋知道對佢嚟講呢，係一啲好重頭嘅戲嚟嘅。恒哥，我講一講嗰個演出日子先。好好好。2026年嘅5月21號呢，係做我呢非常喜歡嘅曹操與楊修。5月22號呢，就係糟糠情。5月23號呢，係恒哥從未做過嘅，係咪恒哥？夢斷香消40年。5月24號呢，恒哥係反串佘太君掛帥嘅。而5月25號嘅日場係荊差記，佘太君都係日場。哦，5月24號嘅佘太君都係日場嘅。咁好啦，講完呢個戲嘅演出日子呢，我就演出嘅地點係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只要一喺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演出呢，呢啲即係整個嘅戲嗰個份量都係相對比較重嘅。嗱，呢一個嘅演出呢，係有一個名叫做80光影最藝壇。恒哥，你80歲啊？係啊。哦。所以係一個80歲嘅紀念演出。哦。人生有幾多個80呢？何況我呢啲咁嘅奀挑鬼命，周身病症，能到去到80歲喎！哇！多謝老天保佑，到而家都仲壯健，可以做到呢啲戲，咁我都係即係多謝華光師傅。係啊，因為我記得好多年前，當你第一次知道有肝嗰個病之後呢，我就同你做過一個好詳細嘅訪問嘅。係。咁點樣醫啦？你點樣調理身體啦？我亦都有學習過一啲醫學上嘅，即係當時你點樣去調理身體。咁而家呢，係每10年就聽到你話，即係身體又有啲染恙啦咁樣。但係呢，嗱，我感覺到你對嗰個生死之間嗰個睇法呢，係越嚟越豁達。隨住你每一次嘅唔舒服嚇，今次呢，直情冇事人一樣。我見到你係完全隨遇而安啦。我係開心啊！仲要開心添嚇，可唔我可以笑喎，真講下呢？係。係點解呢？嗱，因為我呢嗰個叫做咩線啊，叫做前列腺。前列腺，咁我割除咗啦。咁割除咗咧，有個好處就係心灰意冷，心如止水咁就冇咗好多嘅某種嘅衝動。係。咁而家係唔去想好啦，咁都唔講啦，仲有少佢嘅，因為佢割嘅時間咧，割剩咗30%嘅血管，血管係咪割晒？咁你冇血去嗰度地方係冇用噶嘛？係咪先啊？咁樣都唔緊要。咁到後嚟再發生咧，原來喺我嗰個腹腔嗰度咧，就有好多嘅餘葉，嗰啲 cancer 嘅餘葉，一點點好細點，有7、8點喺旁邊，好細睇唔到，要用一個叫做特別啲嘅打藥顯影劑落去嘅，咁先至睇到裏邊發光嘅地方有7、8點。咁佢話醫生話呢7、8點唔好睇小佢，佢會慢慢咧擴散，慢慢增大咁樣。咁你而家就要去打理佢啦。雖然前列腺咧佢嘅擴散係好慢，但係都會擴散。咁我再去睇醫生啦。醫生你話冇得醫，唔可以電療，有化療咧，但係好麻煩，我都唔贊成你。但有一個方法嘅，
就係打一種叫做降低男性荷爾蒙嘅針。咁佢唔係話女性荷爾蒙喎，但係佢解釋俾我哋聽嘅時間咧，佢就唔係咁話。佢話你打次女性荷爾蒙嘅針咧，就壓低個男性荷爾蒙咧，咁就好啦。咁我當堂拗晒頭。女性荷爾蒙打下打得多咗，我會變啊！我會變啊！哎呀，我係咁樣嘅人啊！即係我擔心醫生話唔係嘅，係咁講啫。其實唔關女性荷爾蒙事嘅，係壓低男性荷爾蒙。好多嗰啲囚犯，佢哋嗰個亢奮，男性荷爾蒙亢奮，就會去做啲強姦啊咩嘅事。咁佢就同打呢種針，等佢降低，係一種係藥性嚟嘅。咁佢咧就同我打呢針咧，就將我嗰個前列腺個癌細胞咧係壓住，唔俾佢擴散。哦，咁樣，咁我話壓得幾多年啊？佢話8、9年啦，8年到9年，因為佢係好慢嘅。咁我話壓唔住咁啊點啊？都希望經過8、9年之後有新藥，或者有種新嘅方法。再唔得嘅就係化療啦。哦，有幾多年啦？8年到9年，我拗頭，咦？當時我79歲，8年咁我就88歲，哇！好長命喎！我諗唔諗到自己有88歲咧？諗唔到噶嘛。咁80歲，即係好近啫，嗰啲去嗰時間，個時光咁近，咁樣。當我知道自己有8年命，呢8年裏邊咧，我要過得好好地舒服娛樂。但係如果8年之後咧冇得醫嘅話，要打嗰啲嘢咧，我話我唔打啦，因為我知道打完嗰啲嘢咧就會令到人身體好弱最緊要嘅甩頭髮啦、手震震啦、冇胃口啊，咁樣完全嗰個生活條件咧係好曳嘅。我既然係咁樣，no，我唔做呢樣嘢。我8年之後我就停止唔做。咁我有8年幾好啊！仲有8年喎，我慢慢計數啦，慢慢享受呢8年啦，就係咁簡單嘅事。咁我翻嚟開心。所以諗通咗一個決定，將呢8年咧係變為自己人生最快樂嘅日子。咁開始做好多自己想做嘅嘢啦。未曾逐漸開始。第一個就係80。哇，恒哥你唔講真係冇諗過，你腰板咁直，你真係坐到好直嘅喎。同埋咧，你個積極性好強啊！嗱，呢5套戲咧，完全係一個體力活嚟㗎嚇。雖然有啲係文戲啊，但係嗰個內心嘅嗰種，我哋係睇到，哇！真係好犀利啊！你仲要去演電影啦，去外國演出啦，點解咁好精力？係咪越嚟越好魄力咧？當你決定咗我要快樂之後，我都要睇自己身體嘅，覺得自己係可以做到嘅，我就去做咯。做得重嘅重，做唔到做得輕啲嘅咯。咁我都係因住。